D4 Culture AI 笑爆你支洗衣機。今日我放工返到屋企，見到工人姐姐喺度洗衫，發現我嘅衫都未洗。我問工人姐姐點解至洗襪，佢同我講太太叫我要 washing machine。我話俾佢聽 washing machine 係用洗衣機哦，我只能對住一堆襪苦笑。D4 Culture AI 笑爆你支方向路盲。大丁係一個無方向感嘅路盲。媽媽今日叫大丁去市場買西瓜，佢搞咗半日先買到。媽媽見到佢買返嚟嘅西瓜，媽媽話：你點解買咗南瓜返嚟？唉，大丁話：我搞錯咗方向，個西搞錯咗南。D4 Culture AI 笑爆你支蛇爬行比賽。四妹揾咗3條蛇進行爬行鬥快比賽，分 A、B、C 3條跑道，估邊條最快。大丁話：邊條最快我唔知，邊條最慢我就知道。四妹話：咁邊條行得最慢啊？大丁話係 C， 因為佘詩曼佘詩曼。D4 Culture AI 笑爆你支方向。媽咪今日準備去宴會，正在張大個口搽紅唇膏。大丁話：媽咪，你依家個樣好似一個字。媽咪話：咩字？大丁話：方向。媽咪話咩方向？大丁話 direction。D4 Culture AI 笑爆你知最需要人哋幫忙嘅情況。大丁同3個同學講：你哋邊個講出一個俾我覺得最需要人哋幫手嘅情況，我就俾100蚊。樂軒話：你而家電話冇電啦，我有尿袋，你需要幫手咩？子朗話：你而家好肚痛，我有廁所鎖匙，你需要幫手咩？嘉明同學乜都冇講，直接用手大力扯大丁嘅頭髮，仲一直唔放手。大丁大叫：哎呀，救命啊！即刻俾你100蚊。新能運營控股有限公司 FMH 係一家綜合性集團，總部喺香港，於中國大陸、新加坡有全資分公司，擁有多個唔同行業嘅公司品牌、專業資格及牌照。新能運營都係一家創投公司，投資及併購中小企業，為企業提供資源、資金、人脈同埋相關業務。詳情請到 www.fmh.com.hk 了解。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，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。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